斜线2018年全民追剧的目标有2个，一是陆剧《延禧攻略》，二是韩剧《Sky Castle 天空之城》。刚看第1集《Sky Castle》，大人全是3、4线的资深老演员，小孩子亦非知名童星，总制作成本仅2000万元，李尸朝鲜，一集制作费就6000万新台币，果然收视仅1.7%。不料最后一个镜头太劲爆太惊吓，完全颠覆常人对撒狗血剧情的想象。于是第2集4.3%后一路狂飙，关注度与日俱增，最高达到24.6%，刷新 JTBC 电视台戏剧节目最高的收视纪录，同时更打破 TVN 电视台的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于2017年创下的20.509%，成为韩国非无线付费电视台最高平均收视的戏剧节目。根据韩国 CEO Score 调查，去年韩国500大公司40%的执行长出自 Sky、韩国首尔大学、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、高丽大学、Korea University、和延世大学、Yonsei University 3所著名大学。剧名 Sky Castle 及社区之名，隐喻在血缘、学缘、地缘至上的韩国，父母为了让子女挤进名校无所不用其极，所形成扭曲心态和极端行为的黑色幽默剧集。剧情描述一群欲扶助丈夫事业和培育子女成为名校学生的贵妇，在这个限定金字塔顶端阶级城堡里居住，竞争也互助。大人们比拼的是医院里职务升迁，孩子们则是成绩比高低，家教补习从没停过。从一个儿子刚考上首尔大学医学系的母亲自杀开始，儿子自责离家，老公放弃一切搬离城堡。协助儿子考上的辅导员接着辅导另一个女生，他们的价值观偏差到不惜任何代价，只为考上首尔大，于是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都出现在剧中。后来接着住进这户的家庭太过开明，反而显得不正常，因而扮演解谜者，揭露教育制度黑暗面，也揭穿上流家庭关系的谎言。法学教授车明赫金炳哲氏的女儿假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，是父亲挂在嘴上的骄傲，之后因为害怕哈佛的赔偿逃回韩国，谎言才被拆穿。事实上，2015年一位美国韩裔高中生自称同时申请上哈佛和史丹佛，还说接到脸书创办人祖克伯来电，在韩国被推崇为天才少女，结果被华盛顿邮报揭穿全是自导自演。入学辅导员金珠因为帮助辅导的江义瑞在校成绩永保第一，不惜买通老师偷出考卷。事实上，2018年韩国光州一名女医师，因为希望儿子考上医学院，竟不惜与学校教务主任联手偷出考卷，让儿子事先作答，遭警方拘捕，引发哗然。辅导员金珠因原本一家3口在美国，女儿是天才儿童，在她高压教育下，9岁就考上大学。但老公坚持离婚，要带女儿过正常。金珠因设计车祸害死老公，意外同在车上的女儿则是伤成弱智。事实上，韩国曾有一名科学天才少年宋优根，9岁就进入大学，但因论文屡次爆出抄袭，最后也未能取得博士班学位。另外，像是用钱堆出来的记录本、偷窃博取爸妈关心、自杀率居高不下等等，都是韩国现今教育层出不穷的问题。
编剧希望以戏剧张力与质感兼具的黑色喜剧，挽救那些因竞争酿成悲剧的家庭。剧中的天空之城拍摄的在龙仁市，位于韩国京畿道，距离首都首尔以南约40公里。韩国历史剧出现的韩国民俗村及知名的爱宝乐园，都在龙仁市。当地一个叫的社区庭园住宅，里面共有18户，最小的是97平，最大124平，有社区专用 App、高尔夫球场、洗车及外汇服务，完全是0.1%上流的写照。制作费不高，全剧都在一个社区里拍摄完成。韩国版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，台湾也不遑多让。